其實正如頭先好多位委員發言都係好支持咧，今次地政總署提出咧個土地信息系統要更新換代。咁啊一個係固然係咧舊有嘅系統啦，就都落後，咁亦都係一路咧就即係得唔到支援㗎啦。咁其實就係唔換就唔得。咁而且咧呢個亦都正好咧俾個機會咧，我哋能夠將我哋呢啲嘅土地信息嘅系統咧，就真係去提升。咁我好讚賞咧，亦都好強調咧，能夠實現到所謂城市空間嘅可持續發展。咁特別係咧，亦都由二維嘅空間咧走入三維空間㗎啦。咁能夠支援到譬如話低空經濟嘅發展。咁啊，對於咧我哋不同嘅地層嘅信息咧，能夠係掌握得更好，甚至冇咧有三維嘅數碼地下管線嘅資料，咁呢全部都係好可取嘅。咁剛才咧有委員不同嘅問題提出咧，其實就處長佢嘅同事咧都好強調咧，係對好多其他嘅無論係使用數據嘅部門或者輸入數據部門嘅支援。咁呢點當然亦都係可取啦。咁亦都因為咁咧，我都想提出一個好重要問題，或者我叫佢做數據紀律，因為咧呢將來啲數據咧係即係來自四面八方啊！除咗政府部門咧，仲有公共事業機構譬如你話地下管線咁樣，咁可能係鋪光纖嘅、鋪水管嘅、鋪呢個其他嘅排污渠道咁等等。咁你點樣保證啊？呢數據咧能夠適時準確，亦都係咧用你哋係認為應該要用嘅嗰種數據模式去輸入咧咁。所以呢個數據紀律咧，唔係單係為提取使用嘅數據，同埋呢個系統安全方面嘅問題，亦都係咧真係咧喺嗰個即係點樣係收集數據、輸入數據咧嗰個紀律。咁呢一方面咧，我想了解下咧，即係當前嘅做法係點樣，同埋日後咧點樣進一步加強。咁講數據紀律主席其實講得好啱嘅，即係話唔同嘅機構包括係政府機構又好啦，出邊嘅一啲可能公用事業機構都好啦，佢哋提交嘅一啲數據咧，其實我哋同佢都有啲協議係要遵守某一啲嘅數據嘅標準嚇。我哋會制定一啲數據嘅格式啦，一啲更新嘅一啲頻率啦，咁然後咧希望佢哋去跟從嘅嚇。咁喺政府部門裏邊咧，而家嘅推展咧其實問題不大嘅嚇，因為政府部門之間嗰個數據共享咧，其實就個歷史亦都相當喺度㗎啦。咁所以呢啲數據嘅互換問題就不太大嘅。咁反而係主席提到啦，如果係牽涉到出邊一啲私人公司又或者私人機構咧，而家我哋嗰個做法咧都係希望盡量係用一啲鼓勵嘅性質啦。如果因為我哋而家暫時未有一啲相關嘅法例，一定要去交一啲數據出嚟。我哋用一個合作鼓勵嘅性質啦，亦都提供一啲我哋制定嘅一啲數據嘅標準，希望佢哋可以遵從呢啲標準咧，係交適當嘅數據，同埋以一個大家認同嘅一個頻率交呢啲數據俾我哋作處理嘅嚇。而家個情況係點樣？我相信咧就關於個數據紀律咧，就唔係單係你部門嘅問題啦。咁呢個真係牽涉到成個政府嘅政策與法規。我相信咧喺另一啲場合咧，我諗我哋都想了解下咧，即係政府落去嗰個政策同埋具體個行動會係點樣樣。咁因為剛才我都即係聽到你哋都好清楚表示㗎啦，政府部門咧就唔係太擔心嗰個所謂數據紀律嘅問題。咁但係牽涉到咧即係其他嘅非政府嘅機構，亦都包括埋咧，如果你有 BIM 咧，就真係可能就即係來自各方嘅承建商等等，佢都會有資料咧係需要擺上去呢個大嘅系統嘅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點樣可以控制嗰數據嘅質量咧？嗰個紀律咧點樣去真係掌握得好咧？呢個都係另一個好重要嘅政策嘅問題。不過我哋今日就冇時間，亦都唔可能喺呢方面好深入去探究。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值得關注嘅問題。但係整體嚟講呢，所有發言嘅委員呢都係支持你呢個撥款嘅申請啊。所以我諗你好值得做，咁就希望能夠做得快，亦都做得好嚇。好，咁唔該晒嚇。